各位觀眾你好，又嚟早飛秘笈環節啦。顧名思義，同大家而家早飛方面嘢開售所持大概10個鐘頭到啦。今日早飛咧就唔算特別多啊。咁啊新年啦，2026年啦，咁啊祝各位馬迷咧繼續咧贏盡馬會先新一年啊。咁最緊要繼續支持住我哋咧創業網行啦，或者繼續支持住早飛秘笈呢個節目啦。咁啊照舊啦，提供4日喺出邊咧4號歡迎嘅馬俾大家參考一下啦，同埋報一報咧各場暫時馬會賠率入邊咧啲彩池嘅分佈啊，咁有冇啲過餅嘢嘅注碼咧，提供俾大家咁樣參考下人哋買啲乜嘢咁樣啦。最緊係要真係幫忙訂閱我哋 channel 啊。咁啊事不宜遲，睇下騎師王先啦。咁啊今次唔讀啦，因為得11場賽事啊。咁啊今次嚟講咧，我覺得啊潘頓手馬咧就真係咧好似都焗熱咗喺身上。但我睇完各場啲賠率之後咧，佢係得隻同喜啦。嗰隻叫做笑喜氣啦，線路滿貫係熱啲嘅，其他啲馬咧就真係10倍嘅咁樣嘅，我都唔係好相信潘大哥10倍啲馬成日都會贏咁樣，你知㗎啦，佢真係通常跑熱門就好啲㗎嘛，叫做到咁1.75倍係咪可以攻擊佢咧？咁當然要睇對手嘅，今次賽事都咁我諗最大嘅對手我諗都係咧，即係2-3啦，你見馬會開盤都係咁樣㗎啦，咁啊包括有巴恩德禮啊有啲馬咁樣啦，咁另外布文亦都執咗啲叫做好耐一段時間啦，都你見跨境寶馬啦，呢啲馬都熱門啦，晒冷啊，甚至嗰啲紅財啊，其實55蚊嘅紅財都幾熱嘅，比我想象中都，咁啊都有啲機會分子入邊咁樣嘅。但係我覺得有2個騎師咧更加值得要留意嘅，咁啊都係啲賠率即係啲分頭嘅騎師嚟咁樣嘅。咁我先揀咗咧Vincent 先6號啊，何澤堯，其實佢手馬都幾強嘅都。咁你加翻紅當當轉翻嚟沙田啦，天天更好過上次，我覺得係少少蝕啦。加埋嗰啲開心孖寶，上次已經有走勢啦，活力拍檔啊，甚至成日熱門嘅時間補7倍啊。其實呢啲馬咧，我覺得都仆咗喺度啦，今場賽事都。咁啊，所以我覺得Vincent 咧11倍咧，反而可以搏一搏嘅。留意咗Vincent先啦。咁另外咧，想揀個有啲賠率嘅都。咁當然揀賠率方面你真係冇理由話真係1.75倍揀潘頓啦，係咪先？你都講唔通啦。咁我又喺啲冷門騎師裏面埋手諗一諗啊，會唔會究竟有冇啲機會咧？咁我其實我發現幾人安其實手馬都 OK，揸2隻熱門啦，包裝天將安刀啦，同埋嗰隻半熱啦，一支箭啦，其實叫4飛，加埋佢好見其實呢馬咧，即係分都減一橛㗎啦。咁啊上次亦都跑得好啦，會唔會差一隻位置咧？另外艾比要落咗5班啦。可能保啲擺喺前邊走，可能換咗幾日我就可以擺喺前邊走喎。甚至尾場燭光晚餐，雖然話贏1000啫，會唔會俾佢跑翻嚟咧？係嘛？呢啲馬擺喺前邊走嘅，咁啊都係靠前速走，會唔會頂一隻位置咧？OK 喎都咁，所以我覺得2個11倍嘅騎師都可以留意啦。5同6先啦。練馬師王方面咧就相當均勢啦，蔡約翰8隻就5倍啦，咁啊姚本輝落飛啊落到5倍，其實姚本輝手馬幾強，咁另外你見到都6倍啦，咁啊無謂嘅回到10倍咁樣啦，開言係8.5倍啊，希斯又攞少少飛啦12倍咁樣啦，咁啊其他都冇乜特別啦，今次賽事都練馬師王我覺得係更加複雜嘅今次賽事裏邊都，咁蔡約翰係咪真係好穩陣咧？咁暫時望落去又未必係喎，只係打得到，咁你見到安都係熱啲啦，跨境寶馬啦會熱啲啦咁樣。咁其他嗰啲咪都10倍喎，都已經去到度係嘛？所以我有呢個5倍咧，好似又都唔係抵玩。反而姚本輝，我覺得就真係 OK 啦。頭場極谷之子、時間寶、風火行雲、準輝王、飛輪霸，起碼都叫5飛㗎啦。我覺得去到呢場賽事，甚至嗰啲咧，即係嗰啲咩扶世勁嗰啲，你都唔知究竟草地得唔得嘅咁樣嘅係嘛？隔咗咁耐都冇即係咁耐冇跑啊嘛！呢啲馬有能力㗎嘛？呢啲馬始終都咁，所以我覺得姚本輝咧開2號仔咧係有啲原因。可以揀咗姚本輝先。咁另外咧，聽日嚟講咧，其實賀賢咧都唔錯啊，啲馬都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佢係8.5倍啦。我又睇佢幾隻嘅啫。賢者威風啦，上次嗰個跑法穩吉啦，冠之友啦12倍啦，有啲分頭啦。另外快博嗰啲1200應該都啱跑，甚至加影騎兵。其實呢個幾飛啊，聽日賀賢800都。咁所以我覺得2同5咧都留意下嘅，可以都。咁當然你揀得2嘅時候，一定要揀埋3。成日同大家講啲關係問題咧，成日串 Q 啊，幫手咩飛嗰啲啊，呂健威打姚本輝，留意一下呢啲組合啦。即係好似方家柏搭鄭俊偉一樣啫嘛，成日都係開呢啲嘅。咁所以你見佢2個咁熱嘅時候，會唔會聽日咧1月1一齊咧做大龍鳳或者做大世界咧？咁交翻地下啲判斷啦。我會揀咗2同5先啦，今次都 OK 嘅走馬都。
好啦，咁啊又逐場報飛數嘅時候又到咯喎。咁啊先講第一場先啦。咁啊五班嘅1600啊，咁啊都頗為多飛嘅。咁呢啲頭場賽事一定要挨個頭埋去啦，好多人都。咁先嚟就3號啦，咁啊紅當當啦 ，WinPay 都有啲咁樣嘅。咁啊 Win 啊大概就1萬，跟住整多注11000咁樣嘅。Pace 都補翻注11000啦，兩注嘅11000。另外6號啊威威父子喎，你見佢10幾倍啦，而家都有少少人買㗎 ，WinPay 各一皮啦。另外咧就2到2號喎，肥仔精神 Pace 一注10000。咁啊，另外咧就已經係去到13號啊，極速之子嗱，好多人貼㗎，我自己都貼喺隔離台都。咁啊 ，Win 方面咧就都 OK 嘅，2萬，跟住整咗注16000添。另外咧 Pace 方面咧就16000，再加注19000，再整咗注17000添，再整咗注11000。嗱 Pace 飛相當重。另外武林至尊啊14啊 ，Win 14000。咁啊，另外咧 PayQ 嗰啲都係買過喎，3號咧都圍繞住3匹馬嚟買呢場賽事都鐵三角嚟喎，呢條應該都係3號嘅紅當當啊，拖6號嘅威威父子 PayQ 12000，另外3搭7啊，紅當當搭7號嘅發光發亮咧12000蚊嘅 PayQ， 另外6搭7喎，咁啊威威父子搭咗嗰隻叫做發光發亮咧，又整咗注11000蚊嘅 PayQ， 主要賭 PayQ 咧圍住367咁樣賭啊，咁啊有人買咗佢啦，不過1零蚊嘅啫，唔算特別勁嘅。咁啊出邊受歡迎嘅馬咧就有3號啦紅當當啦，13號嘅極速之子，另外就係嗰隻9號嘅龍友新啊，同埋嗰隻叫做8號法律老窩。咁啊呢啲馬有受歡迎少少，亂㗎呢場賽事都。咁你首先當一樣嘢。Pacing 是否足夠咧？咁樣可能黃興標啲走唔走㗎？咁你都要諗。咁啊肥仔精神啲好似落到嚟好似就麻麻地咁樣係嘛？即係好似搞好耐咁樣都做唔翻夜馬嗰個水準咁樣。咁呢啲馬會比較受歡迎啲。但係嗰啲14號武林至尊都有566㗎，都留意一下呢啲馬都。其實5班賽事都係講嗰啲形勢場地嘅啫，即係你都好難講話喂咩㗎係咪先？咁所以我都覺得咧，暫時嚟講咧都有得度嘅，我覺得都。好啦，咁啊，個網新地嘅點解會等等啊？好啦，嚟到第二場嘅賽事，可能我 WiFi 問題。第二場嘅賽事又到啦，咁啊4班1200，咁啊4號馬雙子美麗啊，21000蚊嘅 PayQ 啊，Pace sorry。另外8號馬賢者威風啊，11000蚊嘅 Win。另外11號馬有你有我，10000蚊嘅 Win，22000蚊嘅 Pay。出邊受歡迎嘅馬有8號賢者威風，4號嘅雙子美麗，另外就係嗰隻叫做1號嘅喵喵怪，同埋嗰隻叫做咧13號嘅海陸寶海南寶就會比較受歡迎少少，暫時而家望唔到。咁啊，我覺得8號都幾好噶，不過艾杜拿咁你睇下點樣咯，大家喜唔喜歡咯？艾杜拿就係咁棘噶啦，即係呢位騎師都唔算係頗為優秀嘅一個騎師都咁樣咯。咁啊，嚟到第3場嘅賽事啦，咁啊又同大家睇睇飛啦。咦，點解個馬會賠率都係一個咁樣嘅咧？你啲力啊，唔好意思，今集有啲力咁點解個馬會賠率？咁啊2號馬有型勇士咧就14000蚊嘅 WinPay， 另外6號咧就呢隻同喜啊 ，Win 都整10000，另外 PayQ 咧整23000嘅。暫時受歡迎嘅馬有6號嘅同喜啊，5號嘅時間寶啊，另外就係嗰隻叫做2號有型勇士莫文堅喎支持啊，另外就係嗰匹咧叫做13號嘅幸運傳承贏咗馬噶咯，上次都咁啊呢啲馬稍為就易少少啦會，咁啊暫時嚟講就咁啊大家參考下啦，呢5班賽事都係激激地嘅，我成日都覺得即係跑形勢咯，就係要好啦，嚟到第4場嘅賽事啦，又同大家睇一睇。O.K. 嚟到第4場嘅賽事啊，咁啊4班1200米，唔好意思，今日啲賠率咧，今日真係比較慢啲嘅嗰個馬會個賠率，我唔知點解，咁所以大家可能都要等一等，我比較講得慢少少會到。咁啊8號嘅最感咧，咁就有一注嘅15000蚊嘅 Win 啦。出邊受歡迎嘅馬有1號常常發財，6號嘅醒目高球，14號神鑑金剛，同埋12號嘅靈利標區啊，暫時嚟講都。好啦，嚟到第5場嘅賽事啦，咁啊1號啊自治多寶啦，咁就 Win 10000，另外2號啊雙贏啊，咁啊 Pace 10000，另外5號馬客家之光 WinPay，咁啊11000，兩注啊10000。咁
咁啊，呢場賽事裏邊咧就真係頗為複雜啦，亦都係好混亂嘅一場場次。聽日嚟講呢啲飛數會大幅改變嘅。暫時嚟講，3號嘅一支箭都係受歡迎嘅。另外就係嗰隻叫做麥文堅嗰隻包裝旋風，12個風火行運，同埋嗰隻咧14個幸運同行。咁啊，呢場馬唔易度嘅，老實講，因為你啲飛擺明走晒嘅，講真都一檔咁正咯，都走晒啲飛，亂啊呢場賽事。咁我買一隻 Win Pay，我會賭都係賭嗰隻咧11號嘅管之友。其實有得諗呢匹馬都即係跑啲長途啦，係咪先？唔使搞咁多嘢啊嘛。第6場4班1406號馬共同輝煌各整咗住1萬蚊嘅 Win Pay 啊。另外10號馬天天更好 Win 1萬，另外 Pace 咧兩注1萬。出邊受歡迎嘅馬有10號天天更好、3號嘅星運笑着、5號精算激流，同埋6號嘅唔係喎4號啊 ，sorry 4號爆出美麗，反而紅財揸少少，而家暫時睇。第7場4班16米冇大飛呢場賽事，暫時受歡迎嘅馬有8號榮耀掌聲、1號安都、6號嘅黃金騎士，同埋嗰隻5號嘅開心宇宙。盡輝煌啲飛又好似唔係跌得太透，不過聽日佢會落㗎，我覺得佢都第5度啦。而家佢唔算冇人中意啊，但係依刻唔夠激烈啫。中意幅度，因為聽日落飛幅度大嘅應該係有5同8會落飛幅度會大啲，咁所以就見到而家受歡迎咯。第8場3號嘅包裝天上 Pace 就1萬1，另外就 Win 都係整咗住1萬喎。另外4號馬光年魅力1萬蚊 Win Pay 係咁多呢場。3號嘅包裝天象，4號光年魅力，跟住就係7號嘅風再起時，同埋嗰隻咧9號嘅木林密碼。暫時嚟講係咁多。第9場咁啊3班1200呢場馬2號馬跨境寶馬1萬蚊 Win。另外8號馬幸運堂啊，真係拗晒頭呢匹馬咁重飛嘅，原來咧有鬼啊！1萬蚊嘅 Win 啦，另外 Pace 方面整咗2注嘅1萬，整咗住17000添，所以咁熱都打到個 P 係咪先啊？咁啊出邊受歡迎嘅馬咧就好亂呢場賽事，4號嘅耀寶啊，跟住就係嗰隻叫做11號三軍勇將。另外就係2號嘅跨境寶馬，同埋嗰匹叫做7號嘅開心孖寶。咁海運哥話冇嘅，而家唔知點解，唉，有時有啲飛真係落到都亂七八糟，唔知點解。第10場啦，咁啊3班1400冇大飛啊呢場賽事。4號馬偉金3號馬大金偉金主，5號馬嘉應奇兵，9號馬笑喜喜啊，同埋嗰隻咧10號馬穿甲金英比較多啲人中意。第5咧有嘅喎，光年80有人中意㗎，呢匹馬應該會又會落鑊勁嘅呢啲馬都，同埋咖喱仔嘅川河水佢聽日都會落嘅，應該都2匹馬應該都會落飛，咁留意一下。另外11場嘅賽事3班1200米嘅呢場賽事咧就1號嘅線路滿貫，12號飛輪霸，6號有愛心德，同埋2號嘅晒冷。就係咁多啦，暫時嚟講都咁啊！今日嚟講咧，就啲飛數咧就比較混亂，咁唔知點解。咁當然啦，都要揀翻2隻熱門乜馬俾大家先啦。暫時啲指數方面咧都唔係特別起勁，就係揀咗2場1嘅咩啩，正路係28蚊嘅，而家72蚊啊，完全一滴飛都冇。雖然啱報佢有啊，但係啲飛爭特別遠，唔知點解，比較奇怪啲。另外第5場咧，咁啊都揀咗一隻嘅，就係嗰隻咧。智多多寶啊，咁啊潘頓跑咯喎，7倍啊，正常43蚊，咁啊有啲飛又完全唔夠硬淨啦，所以兩匹馬聽日嚟講都要小心啲，都係1號分別嚟講都係1號，2場1喵喵怪同埋5場1嘅智多多寶，咁啊大家要小心呢兩匹馬啦，咁啊希望大家聽日可以贏多啲，早飛比級做到呢個先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